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新年了第一个礼拜。咱知新年也有新的愿望，期待大家伫新的一档中间，伫灵性顶面拢大大有长进，伫信心甲听心顶面拢会当更加丰盛。今仔是第一个礼拜，牧师也是要透过雅各甲约翰这对兄弟因生命中间的软弱。甲大家做伙来学习一个较要紧的功课。伫领受上帝话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搁一遍呼召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就是要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清起阮的心。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克服阮人生中间的软弱，互阮会当因为你的话语所充满的快乐，来改变阮的心智，也透过阮实践你的话，来得到祝福，来领受你极大的恩惠。恳求主，你教阮三甲之地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雅各甲约翰这对兄弟，因生命中间的一项错误，一个软弱，耶稣安怎纠正因？今日是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听的功课。咱知听是这世间人上界重要，但是却是上界欠缺，而且是上界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代志。咱今日对听，依然有真侪这错误的观念。这个观念阻止咱真正去认捌听、实践听，而且也造成真侪个人的伤害，甚至致到社会问题。其实咱若拍开咱报纸还是讲新闻来看，咱常常会看见到真侪社会中间的悲剧。这悲剧其实拢是因为对你听有错误的认捌所造成的。有一寡人认为听是占有。如果有这款的观念的人，伊会想要保护伊的听，但是这款的听真容易产生怨妒甲纷争，造成个人的伤害。有一寡人认为听是感性，必须要甲理性完全切开，认为听就是完全投入。但是这款听无智慧，真容易陷入听性也是错爱。特别有一寡人认为听是一种感觉，譬如讲陷入迄个恋爱中间的男女，认为听是一种向颠倒的感觉，是一种无法度掌握的情感。所以当伊来的时阵，改成无法度控制家己，讲我对了爱好，我无法度控制。咱通常一定常常听到这句话讲：爱着较惨死，我无办法。我就是爱伊，我无法度控制家己。好亲像听是一种特别的感觉，是无法度控制。这种观念听起来非常对，但是其实有一寡问题。无毋对，听引起感觉，但是听毋是一种感觉。听会产生大量的感觉，比如讲，咱若去听，咱会感觉到温暖，咱会感觉到快乐。咱会感觉到欢喜，甚至咱会感觉感动。但是咱来理解，听毋是一种感觉，因为咱若用感觉去听，袂当成全上帝的心意。因为一个软弱的人，若用感觉去听，会造成真可怕的后果。今仔日我可能真有感觉，我感觉这个人真水，我真爱，所以两个人爱甲甜甜蜜蜜。甚至行入婚姻中间，过几冬了，感觉讲我对伊已经无感觉啊！过去是遐尼水，即马有时半暝困起来，讲隔壁还困一个欧巴桑，其实毋知影家己有哪变做欧里桑啊！对伊无感觉啊，无法度搁再听落去啊！所以这种照感觉来的听，毋是真的听。那安尼听是啥物货？对咱信仰来看，
听是一种命令啊。耶稣安尼讲：我互恁一条新的命令，爱彼此相听。我怎样听恁，恁也着怎样彼此相听。耶稣讲这句话，其实咱提醒两项真重要的代志。第一，听是一个命令，上帝耶稣要求咱去听。第二项，听需要学习，但是咱有一个典范。耶稣讲：恁若毋知安怎听，你着看我是怎样听恁，恁也爱彼此怎样相听。所以咱来理解，听毋是一种感觉，那听是一种感觉，伊就毋是命令。无使咱请教，恁敢会当命令恁的感觉？我今日感觉真寒，所以我命令我的身躯袂当寒，无可能嘛。吼，比如讲我即摆头壳咧疼，我命令我的头壳袂当疼，袂当安尼嘛。所以听若是感觉，伊就袂当叫命令嘛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咱命令讲，咱爱相听。伊咱讲听毋是一种感觉，咱袂当照咱的感觉去听。咱可能感觉这个人毋是我所介意的类型，但是耶稣要求咱爱去听伊。有人得罪我，有人歹款待我，伊互我感觉真受伤，但是耶稣犹原命令咱爱去听伊。耶稣命令咱去听所有的人，亲像伊听咱同款。所以，既然听是一个咱的命令，咱所接受的命令，所以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拢爱来遵行。检查咱拄到一个甲咱反式冲突、反对咱感觉上无可爱的人，甚至是咱的对敌，耶稣拢鼓励咱爱去听伊，命令咱爱去听伊。这当然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。所以，咱来对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对伊的款式中间来学习。因为耶稣为什么要对咱下这个命令？是为着互咱对迄个万分的中间来得到逃亡。因为万分人袂当伤害对方啊，万分人拢是苦毒家己啊。所以耶稣命令咱爱去相听，互咱对这个万分的中间得到逃亡。所以，咱来详细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以及耶稣的态度。今仔经文背景是讲，耶稣要上天的时间到啊，所以伊就决定对加利利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所在，伊就特先派人先去。好，咱来看这张图，这张图是迄个加利利甲这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图哈。加利利是伫这个北边的所在。耶路撒冷是伫即个南边的所在。一般咱若普通人想讲，若要对加利利到耶路撒冷，一定行直路上紧嘛，直路就行直直，这差不多行3天就会到。但是伊爱经过一个所在叫做撒玛利亚，因为长期以来，犹太人甲撒玛利亚有充满了真侪即个纷争。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。其实，若讲历史咱来理解，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原本都是兄弟，是一个民族。伫所罗门了后，以色列分做南北两国嘛。其中北国的首都就伫撒玛利亚。分做两国了后，咱知影，咱若看圣经的历史，咱就知北国通常比南国较无敬虔。伫主后722年，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。亚述帝国用的方式就是将人口一部分来刷出去，然后将外族刷入来这个所在，互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亚这个人甲外族通婚。外族通婚了，因就袂记这家己血统顶面就无顺传，袂记家己啥物人，就袂较袂反叛。而且伫信仰顶面嘛变做较无纯正。所以，敬虔的犹太人认为，撒玛利亚人已经伫血统顶面、伫信仰顶面已经无纯正，所以佮加上历史上一寡事件，互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原本都是兄弟的，竟然互相无往来。
所以犹太人若要对加利利来到撒玛利亚，因拢袂选择这条路，因拢会先越过约旦河，然后行这个约旦河边，然后到南部的时阵，较对过这约旦河，较入来耶路撒冷。但是这个真特别，耶稣选择对撒玛利亚去，然后伊先找遣一寡人去，替伊做准备，叫因来到撒玛利亚一个参争，要替耶稣做准备的时阵，迄个所在的人无欢迎伊，这是自然而然的，已经结完仇已经结遐久啊，因一直知影讲这个人是要经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朝圣。所以，伊一定用尽办法来阻止因，所以袂互因好看面，对因真无友善。所以这个时阵耶稣的两个门徒，雅各甲约翰，咱顶回讲过，因的脾气真歹嘛。这个时阵血气就压起来，讲你竟然安尼对阮遐尼无好伊就问耶稣讲：主啊，你爱阮求天顶的火来消灭因吗？所以气甲上尾啦，对方走灭啦。结果咱看见耶稣的态度无共款，耶稣越过头来责备因，然后因就离开这个所在，去到别个所在。因为耶稣一直以来，伊的教训就是听，唔单单爱听对家己友好的人，也爱用听来对待对着伊的人。所以，咱今日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教训，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了解的功课。对反对咱的人，咱爱安怎去面对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伫咱生命的过程中间，这是一门真困难，但是真要紧的功课。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检测有时阵会互相造成一寡伤害。甚至伤害咱的，拢是上较亲密的人。咱要对这个痛苦中间去得到讨帮，这是咱今日信息的功课。牧师要分做3项来甲大家分享。这3项是一步一步做，你唔通一下要做第3步。你若对第1步开始来做，渐渐你就当完成最后一步。咱知影要去下面来讲了解咱靠家己的血气靠家己的本性是真困难。咱需要有一个听的动力。一般人面对反对也是无友善的态度，往往咱血气就来心中就充满怨恨，亲像咱拄则所读的雅各甲约翰同款。但是有一件代志会当帮助咱，就是当咱去经验着上帝互咱的听，咱会充满迄个听的动力。如果咱若清楚上帝是时时刻刻拢在听咱接受伊的听，互伊来听咱来去感受体会，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长寡关心的听，了解上帝听咱有偌深，通过安尼，咱就会当去领受听别人的力量。咱看见着主耶稣基督就是安尼嘛，伊的典范就是安尼。当伊要去顶十字架进前，伊要完成这个介要紧的使命进前，伊去到克西马尼园祈祷。伊祈祷的过程中间，伊心内有挣扎，但是伊透过祈祷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而且去经历上帝的听。知影上帝就是爱伊的牺牲来拯救这个罪人，所以伊得到气力去面对伊的使命。这个使命就是为了所有无可爱的罪人来牺牲。所以耶稣家己有经历过这，伊去经历上帝的听，所以有充满气力去赦免遐所有的罪人。我想约翰，咱知雅各真早就宣告，但是约翰伫耶稣基督受死了，一定深刻去体会。所以如果咱若去看约翰福音书，也是约翰所写的《约翰一书》，咱会通看见着伊常常提起着耶稣基督听的教训。咱来看一段这是《约翰一书》第4章19节写：
伊讲咱疼，因为上帝逐生疼咱。咱之所以会当疼遐个无可爱、伤害咱的人，是因为咱先体验着上帝迄种不断赦免的疼。当咱去疼别人进前，咱先了解上帝偌尔啊疼咱。伫咱的人生困境中间，检查咱会对人性失望，但是千万毋通放弃去经验上帝的疼。去经验的上帝的疼了，咱会当得到迄个快乐去疼别人。那安尼要安怎经验上帝的疼？牧师有2项建议。第一项就是咱要专心注目伫耶稣基督的典范，就是注目伫耶稣基督为咱所做的牺牲。咱常常去思想伊的受难，咱想看觅一个无辜的人，一个无罪的人，竟然为着正人的罪来牺牲。如果咱能让专心注目伫伊所做，咱就当掠耶稣基督的心最深啊！咱就一直咧看耶稣基督为咱受难的迄段经历，咱就有办法领受疼。第二项建议就是讲，咱来进入一间疼的学校，就是咱的教会。咱来到教会中间，当然教会牧师讲过，咱每讲拢是无完全的罪人，但是咱这罪人都领受一个命令，就是来彼此相疼。教会是学习彼此相疼的所在，所以，互咱伫团契中间，伫小组中间，会当彼此扶持，互相相疼。咱也会当伫教会中间参与代祷的时间。当你为别人的需要献上祈祷的时阵，你就会充满疼。所以，教会是互咱伫这过程中间去学习疼的一间学校。咱爱加入教会，加入小组，加入团契。这是牧师对大家的建议。好，当咱去体验着上帝的疼，咱家己亲身去体验上帝的疼了。第二项就是，咱爱将这款的疼放伫咱的心中，互伊充满咱。咱将上帝的疼放伫咱的心中，互伊充满咱的时阵，咱会发现咱的生命中间会有一寡改变。第一个改变，就是你会开始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想代志。你可能会想到伊的处境，伊之所以会得罪你，甲你发生冲突，伤害到你，可能伊嘛有伊的立场。伊会安尼款待你，可能是伊惊吓，可能是伊嘛受到伤害。你若徛踮伫迄个情形，可能你嘛安尼做。所以你检查，你会发现讲，你甲对方发生问题的时阵，可能你有哪会负淡薄责任。所以，当你将上帝的疼充满你的心中的时阵，你开始会为着对方来设想，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想这代志。特别，咱常常会甲上介至亲的人发生冲突，拢是因为咱拢徛踮伫咱家己的立场咧想。但是，你将上帝的疼充满你的心中的时阵，你会渐渐去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想这代志。再说，你会发觉讲其实对方嘛有袂歹的所在。你会发现，这伫生命中间甲你对敌的人，你无法度赦免的人，其实嘛有足侪优点。顶回牧师咧甲大家分享听的系列的时阵，我有分享过，听是无记得人的歹嘛，吼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就是咱减去注意别人的缺点，加去注意伊的优点。你发觉讲，其实若徛踮伫伊的立场，你可能有人安尼做，这个人其实嘛是一个好人。所以，当上帝疼充满咱的时阵，咱会有一个欲望，就是你会产生一种和解的欲望。你会期待讲，赶紧将伊甲你中间的这代志，赶紧来处理好势。赶紧来恢复关系，你会明白讲怨恨若佮继续放伫你的心中哪久，你的苦毒会哪深啊？牧师拄则讲过，怨恨袂去伤害对方，常常伤害拢伤害家己啊，因为伊会苦毒你的心啊。所以，当你充满上帝的疼的时候，你会期待讲赶紧来甲人和解。
这个时阵，你的心中充满痛，你就是踏出疗愈的第二步。接续，咱来继续向前迈进。第三步就是，咱开始爱有一寡痛的行动。接续，咱得让展开和解痛的行动。无需要大家讲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我今仔讲的可能几分钟来咱讲了啊，但是可能你爱有一段时间、一段过程啊。当你充满上帝的疼了，你想要甲别人和解，你就开始爱有行动。你袂当讲我拢想讲要甲和解，但是你拢无任何行动。行动的第一步是啥物货？就是你爱祈祷。你毋是马上去找伊和解，因为你要会准备好嘛。所以你爱祈祷，求上帝不断掌管。因为和解时阵祷告，咱内心总是会烦恼讲，对方敢会接受咱的和解？这种犹豫会影响咱付出真的痛。咱求上帝伫和解过程中间不断掌管，而且赐了力量来帮助咱。有时阵咱有迄个意愿要去甲别人和解，但是两个人见面了，内心也有准备好，一讲话讲了毋对去，就受到话语是讲环境的刺激，海气搁压起来，无去甲人和解，甚至跟甲人冤家，所以伫决定甲对方和解之前，咱爱求上帝伫整个过程中间掌管，毋通互家己的血气赢过圣神的带领。祈祷咱嘛爱祈祷啥？祈祷上帝带来改变。圣经中间，耶稣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指示，讲爱为着侮辱恁的人祈祷，为着伤害你的人祈祷，安尼会带来一个改变。这个改变毋是改变对方是改变恁双方。毋单单是改变对方，上较重要，咱也会改变。因为你无法度一方面替一个人祈祷，搁一方面怨恨伊啊！一定因为听伊，所以才会替伊祈祷嘛。当你愿意为着一个人祈祷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改变了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透过祈祷来得到改变。当咱会当祈祷了，咱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德行，就是爱忍耐。保罗讲：听是恒久忍耐，忍耐的价值在伫恒久虽然每一人拢会忍耐，只是忍耐时间长短尔。这脾气真无好的人嘛会忍耐，讲我忍耐3秒嘛，但是真正的忍耐的价值是表现伫爱到有够久啦。保罗讲爱是恒久忍耐，意思是讲，当一个人对别人的忍耐久到一个程度。到很久的时阵，安尼就完成了疼。安尼很久，很久是偌久？很久毋是永远。圣经无人讲答案，无人讲几分钟、几点钟、几工、几冬。但是我需要大家讲，保罗咧讲爱是恒久忍耐，这恒久其实是表示一种态度啦，表示一种坚持的态度。所以现代中文有部分来翻译做“疼是坚忍”，爱是坚忍，这翻译真趣味。伊是咧讲疼是种坚持，坚持啥物？坚持忍耐。就无论到什么款的情形，拢坚持忍耐，用忍耐来面对一切人甲环境所带来的挑战。咱今日其实有一遍，彼得来找耶稣，伊问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我的兄弟得罪我。”我会疗下伊几遍，彼得讲7遍有够无？其实迄阵的老师列比教士来讲咱疗下人3遍，7遍已经是比3遍加1倍啊。耶稣来回答啥？毋是7遍，是安那70个7遍。你然后什么？70个7遍是几遍？490遍嘛，所以。那491遍就毋通了下伊其实耶稣咧讲70个7遍意思是讲爱坚持了下，就是爱坚持。
听是伫任何情形下面拢坚持忍耐的态度，这是一种态度啦。当环境来人挑战，当对方来人挑战的时阵，咱犹原坚持爱忍耐，因为忍耐亲像一个海绵同款，伊会当吸收迄个歹的物件，然后佫袂去伤害到对方甲家己。然后第二项，即个德行咱有锻炼了后，第三项牧师要咱鼓励，应开始有一寡行动，爱表达善意。耶稣基督安尼讲，爱听恁的对敌，好款待万分恁的，表示讲，咱来主动表达好的意愿，来化解中间的冤仇。咱看去保罗安尼讲，伊讲你的对敌若枵，就互伊食；那喙焦，就互伊啉，因为你安尼行就是将火炭放伫伊头壳顶。咱普通若对敌枵吼，咱就伫边仔来笑，吼。若对敌喙焦，咱根本就无要插伊。但是圣经内面来讲，你的对敌若枵，你爱摕物件互伊食；伊若喙焦，你爱摕水互伊啉，因为你安尼做吼，咱亲像用火炭放伫伊头壳顶，火炭放伫头壳顶安怎？咱会感觉面会烧烧对无？会歹势啦。就讲我安尼遐尼歹款待你，你竟然阁用好来对待我，我是够歹势，我是无应该安尼做。所以当你会当有用即个好的行动去对待对方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就产生一种力量，叫做将对敌变做朋友的力量。所以咱常常讲要消灭一个对敌，毋是讲化天顶的火来消灭，是爱用疼来将对敌变做咱的朋友，对敌就消无去啊。这是真正能消灭对敌的武器，就是疼。最后一部分就是追求和解。牧师相信，你若一开始有一寡疼行动，上帝就伫过程中间帮助咱去做疗愈的工作。检查一开始真困难，你要踏出第一步，足困难的。但是如果你若会通开始一步一步安尼做，你先求上帝的疼充满咱，将迄个上帝疼充满咱的生命中间。然后咱阁有一个好的疼行动的时阵，我相信一步一步安尼做，一切拢会真顺利。然后你会发觉讲，这种和解的力量，带予你生命真大真大的祝福。牧师伫去年感恩节有领受一个足好的礼物，有一个过去甲我因为一点仔小小的误会，甚至无讲话无往来的兄弟，亲自来甲我和解。其实这个兄弟是真关心我，真支持我，但是也因为安尼产生一寡小小的误会。真感谢上帝，互阮有机会将这代志讲开，彼此和解。当伊离开了后，我实在是心中有够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感觉我心中敢有一块大地石头，已经被放来遐尼轻松。这就是疗愈所带来的力量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绝对毋通互怨恨捆绑。咱生命中间若有甲人有冲突，甚至甲咱上界亲密的人无和解，拢会带互咱生命真大的苦毒。毋通互这个苦毒继续影响你未来的生命。咱爱对主耶稣基督讲，咱对今仔开始，要互这个恶毒的物件无搁再捆绑咱，咱要透过听、了解、和解，互咱行出一条搁新、搁活、充满稳定的路。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。这时阵，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话充满了快乐，会当透放阮的生命。
做阮知伫阮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检测较人有冲突、有涉嫌，有一寡阮彼此所带来的伤害。求主会当透过今仔即个信息帮助阮，会当透过主的听来医治阮，也互阮真真正正会当有好改的机会。恳求主赏赐阮智慧、气力，互阮会当准备好家己，踏出听的行动。透过安尼，互阮的生命得到完全的透放。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